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洪牧师。今天8月9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受苦的仆人。我们要读耶利米书20章1到18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伊麦的儿子圣殿总监巴斯户尔祭司，一听见我宣布这些话，就殴打我，把我囚禁在圣殿北面的便雅悯门。耶利米书20章的第1节。经文在描述先知斥责巴斯户尔，他并向上帝来诉苦他所遇见的一些的苦难。最后先知咒诅自己的生日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来看，如果你曾经为了传讲福音而遭受攻击，甚至被人限制自由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反应呢？耶利米的宣讲又在此令他吃尽苦头。当耶利米在圣殿里向百姓讲完了话，圣殿的总监巴斯户尔，他随即以恶相待，原因没有说明。但是当巴斯户尔在第二天他就把耶利米释放的时候，那先知便以祭司的名字宣讲了一段审判的信息。原本可能巴斯户尔想以他的权柄和势力迫使耶利米你要闭嘴，岂料却招来上帝对他及众百姓的审判。耶利米不单忠于上帝的呼召，他也勇敢来坚持真理，不为这些地上势力的捆绑和逼迫。但事情过后，耶利米好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，他再次来向上帝来倾吐他心底的话。从他所说的话中，我们可以真实的感受到他的挣扎和压力，完全是因为上帝对他的呼召而来的。耶利米深深觉得他接受上帝的呼召好像被引诱的缘故，而且因为上帝的呼召，他成了众人的笑话和嘲弄的对象，甚至连他的朋友也不例外。最叫他难受的就是，若他闭口不言，上帝的话就成了一团火一样，在他里面燃烧。结果呢，他还是要宣讲，但是当他讲出来的时候，他要被别人反对和羞辱，面对这样的一个下场。所以从耶利米的身上，我们真的可以具体看见做先知的要付上的代价何等的大。他的任务使亲人离弃他，朋友唾弃他，围绕在他身边的都是敌人呢。先知所得到的不是荣耀和赞赏，而是极度的孤单与重重的矛盾。每位先知各自都有他要背负的十字架，不过耶利米也不是完全孤立无援的啦，因为上帝处处与他同在，兼顾他，提醒他，并且安慰他。在如此困难的侍奉环境中，耶利米还可以保持对上帝忠心和信靠，这就是上帝与他同在的证据。对于每个服侍上帝的仆人，其实这就是最大的安慰。我们来思想，我是否因为传福音遇见困难，我就闭口不言？我是否心中仍然有为主传福音的动力吗？你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因你所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；因你受的刑罚，使我们得平安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不因传福音遇见难处就闭口不言。赏赐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心中仍然有为主传扬福音的动力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鸿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，还有盼望。我们下次再见。